工作人员真足卡人名单，到发安农礼盒，为了关怀弱势，大安区的农会小林说，7年举办你买我管的公益活动，民众若是买礼盒一组，农会就捐一包安农产品给弱势户，想到无够1个月，就顺利种到1000多包。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已经到了大概1000多份了有可以加惠370多户的一个低收入户。农会讲，今年捐的数量拢总有375户，有大安、大甲、清水、后里、大雅和南投仁爱乡等等地区，大组礼盒拢有1包烟肠、贡丸和咸猪肉，除了分送给当地弱势者，卖送给社福团体，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温暖。长辈们也都吃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安农香肠是真的做得很好吃，而且很实在。除了各界小天，嘛希望会当邀请愈侪人做伙加入公益，让弱势团体感受到社会爱心。